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初之 M 新闻》，我是嘉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带团访问亚洲的头一站去到新加坡，这行程结束了后去到马来西亚，大约是天5点钟了后，搁再上飞机离开，按算伫10点左右会到咱台湾的松山机场。佩洛西伫早起10点半左右先到马来西亚，访问团去到国会拜会一个议院议长阿兹哈等人，特别首相伊斯麦沙比里要设宴甲因款待一寡访问团，双方要交流意见。伫马来西亚当地时间下晡3点40分左右离开，按算10点左右会到咱台湾的松山机场。佩洛西风声暗示会到台湾，而且搁伫台湾休一暝。初3早起咧会甲总统蔡英文见面，9点会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甲调一下的这个党团的总调。不过咱的总统的这个总统府这边呢，也搁咱的政府态度拢是真低调。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也表示尊重外宾的规划，外交部伫这部分无发表任何评论。总统明天早上要跟佩洛西见面吗？会担心中共的军事威胁吗？国军是不是下令强力准备了？面对问题，议员无回应。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传出初一暗时特别到台湾访问，国间高度关注中国各时一直放卫威胁。行政长苏贞昌表示尊重访宾的安排。对任何外国的贵宾有我的议员，大家来访，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也都会做最妥善的安排。也对于来访的时间方式种种，都会尊重访宾的规划。府院态度真低调，外国媒体报道，佩洛西暗时到位会住一暗，可能住政府中餐馆5菜饭店。初3早起拜会立法院见蔡总统食中昼，下晡可能参访警卫金权文化园区。在外交部，我们再一次的强调，我们针对本案，外交部并没有进一步的讯息可以分享。我们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我们都会配合这个国家，配合外交部来做相关的这些准备。知情人士透露，佩洛西按算初3早起9点拜访立法院长游锡堃，甲伫院调下党团总调。不过游锡堃3早出访回台是确诊，目前在隔离，可能会用2摆快筛阴性改革规定出外，亲身接待佩洛西。记者综合报道。佩洛西来到台湾，若准是暗时到，会休伫台湾一暝。不过，伊会住伫倒位呢？将有可能是台北市信义区某一间饭店。警方也有一个防宾专案来安排警察维安。不过，新党表示，伫暗时6点会去到酒店外口控制。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强调，一切会依照实际需求来安排维安人员。也若桃园机场公司早起是有收到这恐吓的电子批，讲要伫机场放炸弹。不过，这警方追查了后，发现这恐吓批是对境外 IP 寄来。松山机场外围，警方已做准备。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带团来亚洲访问，传出初2暗时会来台湾访问，搁伫台北信义区5星级饭店住一暝，引起中国强烈不满。新党放调要伫暗时6点到酒店外口抗议，相关的维安工作唔敢大意。警方有规划防宾专案，部署上100个警力戒备。哪里来的都是客人，所以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接待。那在台北市，我们会尽量做好维安，一定会依照实际的需要来补足警力，所以这个部分，台北市政府不会轻忽任何的需求。黄珊珊再一次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利也有信心甲全世界来往，唔免特别挑战，也唔免伤过紧张。不过，通机场公司早起刷收到恐吓批，讲要伫机场放3粒玻璃物，阻止佩洛西来台湾访问。警方追查了后发现，恐吓批是境外 IP 地址。本局对于任何危害安全，绝对严办严查，以杜绝民众侥幸心态。同时呼吁民众切勿转传相关信息。航警局也进一步表示，有接到机场公司通报了后，组成专案小组追查嫌犯，并会回动桃机公司加强维安检查，确保机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外交部下晡上届新的记者会提出5点声明，反对佩洛西去到台湾，若准有去，会采用强烈措施，一切严重后果由美国负责。不过，美国也讲，这佩洛西是有权利访问台湾的。国务卿布林肯强调，若准引起紧张的局势，中国就要打起直接。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美方负责。搁一概强调坚信反对的立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初日暗时可能会来台湾访问。中国外交部伫上新的记者会提出5项声明，批评美国起诉的行动会致使台海紧张的局势加悬，也让中国嘛采取行动。Our determination is firm. We will do whatever we can to defend our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I hope the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understand that well. 美中因为佩洛西激烈交锋，美国白宫交代，拢也无正式访问台湾的行程。国安会发言人高比强调讲，佩洛西有权利访问台湾，北京无应该借这个机会加权情势。伊嘛警告，中国恐惊会做出军事起诉的作为，包括向台海射飞弹。不过美国未去互这个举动吓惊着。The Speaker has the right to visit Taiwan. Will not take the bait or engage in saber rattling.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not be intimidated. If the Speaker does decide to visit, and China tries to create some kind of crisis or otherwise escalate tensions, that would be entirely on Beijing. We are looking for them, in the event she decides to visit, to act responsibly. 美国捍卫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权利，嘛强调讲一中政策无改变，反对任何一边各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嘛无支持台独，呼吁中国唔通互事态升级，若无这是北京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佩洛西要访问台湾这个行程呢，引起中国不满。除了举行军事演习，佮派军舰来到台湾东部外海。美国航空母舰雷根号这战斗群为着要保护佩洛西的专机安全，也对菲律宾海上北，咱的国军要强化战备。不过有真侪专家拢认为讲，这三方面的动作只是在表达家己的立场，引起战争的机会是无讲介大。幻象战机伫新德机场天顶做正常飞行训练，因应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带众议员访问团下暗到台湾。目前有10台幻象2000进驻台东志航基地，空军飞弹部队也为顶礼拜六开始增加戒备人力。海军除了原来的东北征舰、北征舰、西南征舰甲南征舰加强编组，其他会当调派的一级舰也拢出海维护安全航道。国防部虽然强调无提升战备等级，不过为初日早起8点到初时中昼12点强化战备。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可以充分地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并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的态度，缜密整备各项计划，按突发状况处置规定，依敌情威胁，派遣适切的兵力应处。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你向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国唔派军机，个侵扰咱西南空域。最近个文攻武汉，反对佩洛西来台湾，发表立场强硬的言论，也发动真侪项军事演习。另外，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开资讯，中国南京号飞弹驱逐舰、安阳号飞弹护卫舰，加一只舷号25的测量舰，往咱国东方海峡航行。目前拢伫咱方监控掌握内，美军若有动作，航空母舰雷根号战斗群为菲律宾海上北。虽然台美中三方都有动作表达立场，不过认为引起战争的机会无大。目前似乎没有出现武力犯台之前必须要有的大规模的部队集结、前推、物资、人力动员的这种情形。我个人也不认为他会去过分的接近或者是骚扰佩洛西的专机。各界也认为佩洛西离开台湾了后，区域动态也会变化，后续演变加美中安怎操作，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佩洛西要来访问台湾的影响，今日台股一开盘就升落120点，盘中落搁较侪，甚至捌落超过300点，落尾是落234点，收伫咧14747点。另外，这台币换美金落尾是落小块，变做是29.996块换美金1块，是26个月以来上界歹纪录。风声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日暗时访问台湾，消息一出来，引起台海情势紧张，冲击投资人的信心。台北股市初日开盘都大落110.75点，盘面是青顺顺，盘中搁落超过300点，落破14700点关卡。尾盘开收落234.46点，收伫14747.23点。
对照台股今天跌到2%啊，我觉得唯一大家能够联想到，就是因为裴洛西要来台湾。台海之间那个政治上的议题，大家比较担心。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今天是股汇双跌，代表应该今天外资有去卖台股。在台海紧张气氛增加的惊吓情绪之下，台股被压出来，包含电子、宽达股、航运、航空等类股拢落。富国新产台积电是跳空开价，直接掼破股指价12线，失守500块大关，也拖累台股落超过2%。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兴接受外国媒体专访时表示，台海战争会打乱全球这块地区，无人用透过武力控制台积电，只有及时连接外界世界才能维持营运。在汇市部分，新台币换美金汇率也伫只30块开出，早盘上价30.06块，贬达8.2分。暗过伫央行关注之下，新台币最后收尾盘收伫19.996换1美金，小可贬达1.6分，这也创下16个月以来收盘新低。今天主要的影响还是在整体的台股走势比较弱势，那主要原因还是在整体的裴洛西确定有要来台湾做一个访台的举措，所以在整体的股汇市的表现上面就会呈现比较大的波动。分析师表示，现阶段美金相对较强势，新台币贬值日头扩大是必然的现象，而且最近台股表现较弱势，会互整体新台币走势继续维持伫30块以上。下半年新台币要看到2字头几率都会较低。记者综合报道。禁止台湾食品公司出口去到中国，这中国海关总署表示，是几多间台湾食品公司无完成更新注册，会先暂停进口。农委会表示，大部分拢是海产、茶米，还有别一寡产业为主，绿色产业受到冲击。农委会也讲会研究相关的措施来协助业者。伫中国海关总署网页查询注册消息，一旦看到台湾企业为是有效，为是暂停进口。水产工业农业工会指出，84间会员一半叫人暂停进口。进前对方通知6月30进前更新注册，完成补件。按过会员无写清楚，即马是补件无完成，还是完成补件了后，互人退件，也搁设法的查。尽量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东西，希望他们能够站在贸易自由化的角度，能够也是用一个合理的角度来面对这样子的事件。工会表示，有会员对向来的暂停输入无法度应对，目前是先做好完备停输，名单中完后未少渔船暂停进口，对渔民的生活冲击有偌大哩。其中琉球区渔会表示，确实的状况也有待官方调查。如果量很多，当然会冲击到嘛。如果说它量本来就不多，当然没有什么影响嘛。但你少一个市场，当然会影响嘛。是不是因为美国众议院长裴洛西特别来访问，中国国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禁运？农委会表示，眼前先辅导业者完成注册。中国大陆并不是禁止我们所有的食品跟农产品的进口，还没有完成注册登记的原因，那我们农委会已经在进一步的跟个别厂商来联系了解。中国去年要求全世界输往中国的食品企业拢爱申请注册，期限到6月底。农委会是讲已经有协助水产品、茶、蜂蜜这的产业配合办理，拟做即届有冲击的研究应用。台湾饲蜂协会是讲，国产的蜂蜜产量有限，主要是自产自销，初步无看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来台湾访问，甚至会甲总统见面拜访立法院。中国对这个访问行为是掉卡断地，甚至佫呛声讲会引起严重后果。中国的民众是表示反对，不过咱的台湾民众有人认为透过访问来挺台湾，但是也有人认为讲佩洛西是为着因美国民主党的选举伫咧游票。真侪民众排队等买2人酥，中华业者用行动替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做优惠。佩洛西来台湾点1点钟，买一盒送1粒。这是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事情，干中国什么事情？然后他这样长期来骚扰我们台湾，觉得就是看不下去了。味道增加了友谊跟友情。
传出佩洛西初二暗时会到台湾，初三可能甲总统会面，各规划拜会国会，下晡离开台湾。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行程已经予中国真侪界警告，放掉会有严重后果。佩洛西访问台湾会对台湾造成的影响也引起讨论。客人啊，他要来，我们当然欢迎啊。民主党的这个声势比较差嘛，对啊，尤其拜登年纪大，然后可能他的那个民调也是30几%嘛。台湾这个牌这么好，为什么不被打呢？对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台湾有信心啊。Many of us can tell that Taiwan is just a chess piece. Pelosi's using the Taiwan issue to distract American voters and gain another political bargaining chip for herself. 不过，对于佩洛西规划访问台湾这件代志，大部分中国民众表达反对立场。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是给他强硬的警告，或者实在不行就是武力逼迫台湾的什么。外界嘛关心佩洛西访问台湾期间会引起台海局势紧张，有台湾民众烦恼台海紧张会影响经济股市，不过嘛有民众感觉无应该伤过紧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其他的新闻，这台铁企业工会今日早起召开理事会，因不满交通部针对那阵公司化了后，这薪水福利无法度挂保证的情形之下，通过决议，要启动9合1大选动工罢工，连这个中秋双十节9合1选举拢会休困唔上班。那阵照安尼生计推算起来，伫中秋的车帮，才有可能凭劳动节年假是搁较少的。5月劳动节类火车代替火车试运的情形，恐惊伫中秋连续假期搁出现。代替企业工会伫早起召开理事会，确定要伫中秋国庆9合1选举集体休假无加班，同时启动9合1大选日罢工法定停事。礼拜三要送劳动主管机关劳资争议调解，无成功就要开始准备罢工投票。若是中秋连续假期，工会坦白讲出勤的人数会比5月较少。5月1号不加班的部分是11个人。出勤，所以说我们的目标是低于11个人，比5·1不加班的部分里面的车辆的行驶的密度还要更低。工会不满交通部增加营收福利金自然增加的讲法，认为爱随调整薪资，甲无3万个营运人员退伍。交通部回应，礼拜二甲代替局长杜美开会，双方认为劳资的意见已经愈来愈晚，所以会阁甲交通部处长吴湘林前往代替企业工会拜会沟通，希望化解连续假期集体无加班的试运危机。大概他们的一些想法现在这个部分就是慢慢也会有一些共识。我们继续沟通，迎合新的时代需要更活化，所以要公司化。交通部对于相关台铁的公司化运作，都已经有对台铁员工相关的承诺。苏先昌讲，公司化会让代替员工愈来愈好，因为交通部已经对代替公司化了后的薪资福利有规划，代替公司化会照时间一步一步行，让运作更较有效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这治安的问题，台中伫半暝啊发生25个人伫大街路顶头相拍事件，将有可能是这劳资纠纷演变做是相拍，其中有一个17岁少年家属去互毒死，警方出动大队人马甲因压制落来，全部移送法办。双方伫透早5点伫街路谈判，想袂到讲袂下就呛声，马上就开始动手。台中市清水区初日发生一阵人相拍案件，警方表示是劳资纠纷。姓谢的头家甲姓景的2级员工分别带人到现场，拢有刀啊、甲棍啊。最后25人拍做伙，其中一个18岁姓陈的查甫人提出刀啊，毒死一个17岁姓林的少年，另外5人受伤送医。警方出动快打部队，全部抓回警局。一名陈姓犯嫌他起出预藏的折叠刀，朝多名被害者攻击期间，造成一名林姓那个少年，他左胸有遭刺中1刀，而造成研判应该是造成死亡的原因。说实在话啦，这边治安不好，我们常半夜很多人真去举报我们所以我也觉得很半夜人家吵架，我是觉得很稀松平常就到。
附近居民无奈表示，当地治安无好，常常有人伫遮闹事。警方先后将死者以外24人以涉嫌伤害致死、甲故障、盗乌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毋过台中市府则因为最近2件枪击案，宣示要强化治安。即马佫发生这代志，后备组市民对台中的治安是当有案件。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真侪诈骗是甲贵人骗出去外国，拢讲会当趁真侪钱，吸引民众去到柬埔寨食头路。事实上是去替人做诈骗的行业，若准唔配合去用苦毒去用拍，甚至去互背掉。目前刑事局已经接到141件的报案，恐惊还有上千件也未去互发现。你伫面床骹正手互扣手铐，去互大力斩几下个，所拢无法度反击。被害人若唔乖乖配合，电击甲凌迟，就真做真世上的代志。这是伫柬埔寨做山工的群组流出来影片。大家为当地红救倒转来台湾的阿强，本来想到也是感觉真惊吓。那时候就是会睡到被吓到啊，很怕自己可能哪里做不好，然后就突然从后面有电击棒电下去这样。看到一些当地的柬埔寨，然后把人压在地上啊，割器官，然后是直接枪毙啊，又会开始自己很怕。闻到明天太阳。阿强讲，因为伊无细致相信人面册顶悬迄种薪水真悬咧引人的广告，伊才会走去柬埔寨咧做工课。想袂到去到遐，红强票爱加入诈骗集团，毋但钱无趁到，只要表现无好，就会去互抓到金死死。另外一个女性的被害人，朋友甲牵线去到柬埔寨了后，算是违法咧做诈欺。那时候疫情影响有点不稳定，然后所以才想说，那就跟朋友一起，然后去尝试看看。他们就直接跟我们讲说，如果你现在要走，或者是你进来已经答应进来，然后之后离开，你就是要付赔付。本来甲男朋友做伙去外国想要趁钱，想袂到煞变做是诈骗集团的下手，甚至差一点仔去互卖去。民众互骗去柬埔寨做工课，刑事局这边已经接到141件通报，而且恐惊也有几千个无互发现，因为引人诈骗的广告是满满是，就连民众请在用的求职的网站，嘛去互摕来做不法的利用。他的证明文件是没有问题，但是他职缺刊登的内容可能是在他获得了这个刊登的条件之后的陆陆续续的几个月才一个一个去刊登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审视，所以比较没有办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审核。用柬埔寨关键字来敲吹，就会出现真侪引人的广告。不过，就惊内底有的是骗人的。日立银行除了甲可能有问题外国的公司为网站摕落来，嘛袂阁接受海外高风险地区的企业来台湾刊登引人的广告。若是想要找人去柬埔寨等等的所在做工课，应该接受上市、上柜等等的企业。因劳动部为着要预防这种找头路防诈骗的情形，只要有具体诈骗的名单，嘛会提供予公立甲私立的就业服务机构来阻挡诈骗的情形。民众应先查明该公司是否合法设立，并审慎评估工作内容，以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虽然相关单位有加强管理，不过人面册或者是其他社群媒体的管道要安怎来做管制，也是一个真大的挑战。警方也是提醒民众，各种的信息要是要细致来查证，才袂去互陷大坑。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来访问台湾，为什么中国对伊的态度是有关系安尼掉卡断地呢？是因为伊本身对中国态度就是一直打真经，伊长期关心天安门事件、香港、新疆到西藏伫咧中国的人权议题，这30多年来，伊政治理念一直拢无改变。82岁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按算初一暗时飞到台湾，也引起中国强烈不满。其实佩洛西为签证初期一直是中国政府严厉批评者。佩洛西自1987年开始做美国众议院议员。根据 BBC 报道，1991年天安门事件2日了后，伊亲身到天安门广场，甲同事向遇难者致意。中国警方发现了后，将因赶出广场。同一年，伊提出美中法，要求中国改善人权，按无取消对中国做回个台股，迄时阵法案已经通过，参众2院，后来老布希动用否决权，才失败。2019年9月，反送中示威了后，香港政治秘书长黄志峰等人去美国国会参加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听证会，迄时阵佩洛西就正支持，佮邀请香港人出席共同记者会。For 15 weeks, the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have sent a stirring messag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bout the dreams of freedom and justice
can never be extinguished by injustice and intimidation. 同时也关心新疆甲西藏人权，除了真济摆强调美国有基本关注维吾尔人再教育赢议题，领导众议院通过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以外，也出席今年6月世界各国机关西藏大会，表达支持西藏人民。这摆佩洛西亚洲行安生访问台湾，也说明伊伫30多年的政治路顶悬一直保持信念。公司新闻王雅芳报道。联合国伫这个月召开已经延后2年的禁止核扩散条约 NPT 定期检讨会议，头一届用首相身份出席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调，日本是唯一伫战争当中遭受核武攻击的国家，伊也呼吁国际社会着要减少核能武器。代表乌克兰发言的副外交部长托奇斯基也批评罗西亚想要用这核能武器，甚至要求联合国着要宣布禁止所有核能武器。简单叫做 NPT 的禁止核扩散条约，伫1968年伫英美俄3国首都签字，搁伫1970年3月7日正式生效。主要是针对防止核武甲相关技术留在国际社会真歹掌控的国家，也就是团体手内。各国而且协议每隔5年定期检讨条约的执行状况。第10届会议原本是伫2010年举行，不过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前到即马。Today, humanity is just one misunderstanding, one miscalculation away from nuclear annihilation. We need the Treaty of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s much as ever. Almost 13,000 nuclear weapons are now being held in arsenals around the world. All these at a time when the risks of proliferation are growing and guardrails to prevent escalation are weakening. 身为全球唯一实际遭核武攻击的国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顶一届2015年大会，伊以外部大臣身份参加，各国所无任何协议或者是共识，所以希望伫11月23的广岛会议顶悬能有突破。另外，也出席发言的乌克兰副外交部长托奇斯基利用这场合批评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就是造成核武危机提悬的主因。无参加俄罗斯总统普廷是伫会前用书面声明强调核武大战袂有赢的人。另外，受国界关心的也有中国增加先进的核武甲提悬的核武科技。伊朗一直增加提炼浓缩铀，以色列有核武也早是公开秘密。北韩一直咧进行飞弹试射，佮表示要试爆核武。佮加上南亚2大核武国家印度甲巴基斯坦对立，拢互全球随时面对核战爆发的危机。公司新闻时间真平日。来讲到这个传染病高猪，伊的这病例数全世界拢快速增加。美国已经有5800人感染了，加州、也个伊利诺州、也个纽约州咧，已经宣布进入公卫紧急状态。那印第安纳州也增加2个囡仔确诊。另外，伫因一度国内也出现头一例这高猪的死亡病例。印度出现头一件高头猪死亡病例，敢若22岁。7月2日，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登去印度克拉拉省，甲厝的人做伙带，6天后发烧头晕送医，30死亡。检体验出高头猪确诊，甲伊有密切接触的20人拢隔离观察。当地媒体报道，患者早伫19回国进前，就验出有感染高头猪，煞隐瞒无讲，就有可能因误就医才死亡。今年5月以来，高头猪已经传到全球80国，感染22000人。死亡病例主要集中伫非洲的奈及利亚甲刚果，累计有75人。美国48州加华府、波多黎各已经有5800人确诊。病例数第2甲第3悬的加州、伊利诺州，初一拢宣布进入公卫紧急状态。进前病例数上悬的纽约州加纽约市、旧金山2大都会，也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互人烦恼的是，伫顶个月通报2个儿童确诊了后，印第安纳州又搁传出2件儿童的病例。One is that we believe that children under 8 are at high risk of getting serious disease if they get infected, but also the challenges of controlling close contact between children is
a challenge。高岛主面都是因为长时间皮肤接触，加做伙用床巾衫啊围着。伫欧洲、北美主要病例是男性行为，不过卫生官员是讲，任何人拢有可能感染。即马疫苗煞变做对抗高岛主摊开的关键，先国家积极伫定位。旧金山甲伦敦诊所外口，拢出现人排正长，等要注射场面。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伫咧巴西有一对头壳骨烧念的双生仔，最近伫巴西和英国医生透过虚拟实境合作之下，经过27点钟的手术，落尾成功把2个人崩溃。医生也讲，这手术有影是真困难。巴西这对头壳烧念的双生兄弟出事3年外，完全无法度面对面相见。捌6遍成功为连体红婴实施分割手术的英国权威医师，也甲巴西脑科研究所的医疗团队，起先拢讲要甲因分离是无可能的任务，因为兄弟2人头骨是连做伙，共用重要的血筋，手术真复杂。不过到尾2边的医师决定小试看卖。Eu fui conversar com ela. Eu falei assim, Adriele, eu acredito que nós, talvez a gente seja capaz de separar essas 2 crianças. E assim, Renata, eu aprendi uma frase, quando você tem 1% de chance, você tem 99% de fé. 英国甲巴西医疗团队决定用电脑断层加资金造影技术做基础，透过虚拟实境共同替2兄弟动手术。其中一个医师形容这个手术那亲像登陆火星遐尼困难。在正式手术开始前，因用几个月时间练习。在知影这个手术充满变数，因的妈妈就伫边床前烦恼甲强要哭出来。Nossa, nesse dia eu fiquei tão desesperada.Porque eu não aceitava aquele diagnóstico, né? 这个难度真悬的手术，伫顶个月隆重进行7届，到尾最后一场是27点钟，动员将近100个医护人员。好甲在过的过程真顺利，这对连体红婴总算会当面对面倒做伙。医护人员手术成功了后，才哮喘，大家欢喜甲笑胆。主治医师是讲，目前兄弟还阁伫复原，才有可能还阁接受进一步的治疗甲复健。因重新得到新生活，未来挑战才当要开始。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迄段大车拼，台湾一定赢。咱常常听人讲，戏白卡徛久的人会。以这个高雄市中正国小为主体，组成高雄市少棒队，去到2020美国小马联盟主办的世界少棒锦标赛，一路拼入去冠军战。伫台湾时间今早起，甲美国加州的队伍车拼。落尾是顺利摕到亚军。另外，桃园平顶高中的棒球队要去拍小马联盟的世界青棒锦标赛，落尾是以5-0的好成绩，甲这美国德州队伍拍败，顺利摕到冠军。高雄市中正国小少棒队参加美国小马联盟主办的世界少棒锦标赛，因厝内人伫客厅甲因加油，即马当伫拼冠军赛。那边的气候真的非常的炎热，所以孩子打得非常的辛苦。那所以这次不管成绩与否回来，我们都要好好表扬这群孩子。家长看到的这画面，是因学校的主任把手机踩伫本垒后壁翕的，而且主任还佫兼做转播，讲解比赛情形互因听。投出，打击出去，落地形成安打。高雄市少棒队伫冠军赛对战美国加州普拉新队。普拉新队伫3局顶半局，一个手冠4分，先发投手苏子敬嘛去互拍落来。比赛到上尾是4分比11分输去，摕到亚军。做领队的中正国小校长吴显明比赛了后嘛讲，虽然无摕到冠军有淡薄仔遗憾，不过这个学生已经真拍拼。落败了，那屈居亚军，那我们表示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再学习的地方。我们来美国这先要克服的条件是适应时差，再来就是适应高温。虽然没有如预期要拿冠军，可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同一个时间，桃园平顶高中棒球队拍入去小马联盟拍马级世界青棒锦标赛冠军赛，尾手是5-0拍赢地主德州拉雷多队，摕到冠军，完成3连霸。虽然小马联盟比赛甲世界排名积分无关系，
不过台湾三级棒球的实力是大家拢看在眼内的。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23302个本土病例，84个人中重症，31个人死亡。也甲观众朋友讲，特别爱注意的就是感染了后的病尾影响到咱的生活。根据着健保署的统计，讲国内新冠病尾门诊已经有108间，到单已经收3174个患者咯。其中这年龄分布是31岁到50岁民众占了上侪，占45%。国内新冠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初次增加23302例本土个案，84例中重症，其中2例是MIS-C，31例死亡。死亡个案当中，上少年是一名40多岁男性，有糖尿病、高血压，暗过无规则控制，因为喘气困难、意识改变送急诊，发现多名脑出血，佮确诊新冠肺炎。经过治疗，医院因为新冠加脑内出血并中枢神经衰竭死亡。7月28号，因为有出现脑压升高、脑水肿恶化，以及血压下降等等这些急性的变化，所以当天就因为救治无效而不幸过世。在咧国内疫情慢慢转好的时阵，有愈来愈侪确诊者伫好了后受长新冠影响。根据健保署的统计，新冠染疫康复门诊有108间，已经收限3174人，其中年岁31到40岁到41到50岁较侪，占45%。全台湾基本上各县市都是有1家以上在参与的，台北市的1243人。新北市的525人及台中市的428人，它的收案人数是比较多的。最近出现8.5本土个案，有国内专家认为8月7日恐惊是8.5疫情改变的时间点。目前看起来是还有在下降的趋势啦，但是下降幅度其实不大所以可能这个礼拜或下礼拜都有可能会出现某一天，那就是会较前一周同期比较高的状况。郑天雄表示，目前社区的8.5也算少数，病例数也较稳定，病例数降的幅度无大，主因就是伫个人流增加。观察国际情形，若到低点开始伫8.5进入社区了后，过几礼拜就可能开始提悬。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侪变化，这气象的部分咱详细看。受到这季气的影响，最近呢这熊熊下大雨，气象局也发布大水雨特报，要提醒这个基隆北海岸、新北、桃园，还有台南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民众若准出门在外，就要注意这透大风、山里会做大水，甚至会出现淹水现象。车驶过喷起一大片水，台南透早落大雨，安平部分地区积水引起哩真程度，当地居民蹲的山包也特别被冲走。大雨来了真急，有民众载车经过地下道，当场被困掉咧。大对啊落来啦，我唔知这系淹水啦，有只高峰所限嘛。我早啊甲开落安尼啊。气象局发布大水雨特报，提醒新北市、桃园市甲台南市注意较大的雨势。这2天全台受低压带影响，拢靠低延时强降雨。拜三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南部地区甲平湖也要注意强阵风，一直要到拜5，今日天气才会较转好。星期五开始，太平洋高压就比较会笼罩在我们上空。当然，势力不像前2周那么的强，但受太平洋高压影响，降雨会比较缓和。太平洋高压牺牲之后，菲律宾东边的海面应该会有很多的机会，大概至少有1个礼拜后，大概会有3到4个台风可能就会相继的接续的会生成。专家分析，这1月南海上扰动有机会加做第7号风台，目前观察未影响台湾。暗过8月是风台真济季节，请民众爱注意天气资讯，优先做好防灾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绿岛的马地桥路段，沿路拢是山壁，常常会冷石落来。乡公所说是无在调做承修。台南县政府表示，这马地桥特别重做，希望这山壁问题会当做一会处理。不过，这团队呢去到外岛施工费用会较悬，也会来向中央继续争取经费甲预算。一边是山，一边是海。绿岛的这个观光景点是环岛公路的马地桥，现在有游客来到这，就会停落来看海翕相。不过这嘛是危险的所在，乡公所有采注意路桥的告示牌啊，
因为这个所在山壁含扫的情形是真严重，像在传出有石头落落来，甚至落落来时阵，还阁捌去讲到游客甲民众，而且挖山壁的车路有一半已经封起来啊。非常漂亮的风景的地方哦，那很多人会驻足、会停留、会拍照，那势必会造成很不可预测的危险。贾贤如讲，马地桥山壁的落石，目前的讲法，敢若会当用网啊来预防石头落落来，不过效果无讲真好。山壁也是有一寡石头落甲规涂骹。在这2-3年，我给它观察哦，效果不彰，它还是会掉。那掉的原因可能就是在最上面那个植皮。原则上在目前来讲，我们会尽量用护栏方式呢，把对那个山壁的落石的影响减到最少。官府表示，马地桥遮毋但山壁有石头落落来的问题，桥嘛需要重建。不过离岛地区时间较困难，需要较侪经费，希望中央会当增加经费来协助改善。记者综合报道。防疫爱认真出门在外佚佗，才会当安心。讲到这最近休热期间国内旅游是强滚。不过，民众党伫今日召开记者会，要提醒民众，最近这诈骗集团锁定订房间的网站，因也呼吁政府着爱想办法提升个资保护，也要提醒民众着爱注意新形态诈骗。简讯叫人家来投资顶诈骗形态多变，连最近各路订房嘛出现诈骗。民众党立院党团设立开记者会，请警政署进来说明。它侵入到就是这一些饭店的这个系统上取得民众个资之后再回去打回去给这民众交通部说，国内旅游补助环保署阁加料，国内旅游市超好，想要到诈骗集团嘛开始锁定。警政署表示，本地拢无相关案件，不过4个月的时阵就接到8挂通民众受骗的通报。伊嘛列出诈骗手法前3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阁有解除分期付款的诈欺上济。只要你收到诈欺简讯，然后他有这个请你加入这个赖群组的话，它一律都是诈欺一律都是诈欺。民众党指出，受骗原因照警政署的分析，主要是民众欠缺风险意识，嘛呼吁政府爱源头管理，有效宣传防诈骗，提升民众意识。警政署是表示，顶半冬已经查万挂条的诈骗简讯、诈骗基因，听话要3000通，但要是有真侪宣传方面无充足的所在，会继续透过各种管道提醒民众。记者陈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虽然咱台湾正做亚洲国家内面头一个会当同性婚姻的国家，不过若准同性侦判其中一个人因的国家是无允准同性婚姻的，因就无法度伫台湾做登记。目前已经有4对侦判是外国人的，透过行政诉讼拍赢官司啊。同志权益团体今日就召开记者会，呼吁内政部就爱先用函式的方式，互即寡有外国侦判的有情人会当登记结婚。但是对于这个未来，我们还是感到非常的未知，感到很无助。跨国伴侣 Amber 甲 Tomo 已经做伙6冬，因为日本法律无允准同性婚姻，致使因嘛无法度伫台湾结婚。民间团体表示，因知影的台日同性伴侣就有21对，因为安尼无法度结婚，因需要透过各种方式，才会使甲家己的伴侣做阵生活。3年前，我们决定用成立公司去拿到这个工作的签证。疫情下，我们的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拒签方面，我们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但因为疫情等签证的因素至今就被迫分离，至今无法相见。而我呢，我上一次与我的伴侣见面已经是900多天之前了。台日同性伴侣约因三郎甲阿秋，正正嘛互户政机关拒绝登记，因行行政诉讼。7月2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因胜诉。法院认为，日本无允准同性婚姻是违反台湾公序良俗，判定无应该适用日本法律。同志权益团体呼吁内政部伫完成相关法律修改进前，应该透过函式，互破决的要旨适用全体跨国同性伴侣。这个已经是累积下来第4个胜诉判决了，没有一对跨国的同性伴侣在我们的法院被拒绝结婚。有吉先生如果可以依照涉外第8条
排除适用日本法而结婚，那么在座的所有的台日伴侣为什么没有办法结婚？内政部回应，要是要以司法为主，无按算透过函式的方式来处理。因表示，司法院推出的修法草案目前进度咧行政院，但是这个草案是去年10月送到行政院，高达超过年半，也无进度。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2年一届的台湾美术双年展，今年11月要举办咯。这届邀请30多组艺术家和团队，由技术、主体性，也各有全面性等议题进行创作，希望会当呈现台湾艺术的多元。蜘蛛网这件事情，在古老的神秘学里面，宇宙万物或者说日常，都是编织串联起来的。真侪线条的高甜、甜蜜，像蜘蛛网，嘛像网络的连接。这是2022年台湾美术双年展主视觉的意象。物跟情之间的游移飘动，必须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去处理一个小型的仪式。那这个小型的仪式呢，它其实是也可以用我们的语言跟歌谣去做大家的连接。2年举办一届的台湾美术双年展，今年11月初5会伫国立台湾美术馆举办。这届邀请30多组艺术家甲团队，以问世间情不为何物来发想，进行世间甲神性、人甲非人等等的探讨，嘛重新看待这片土地，甲住伫这土地的人。关心我们的土地，关心我们自己的历史，在现在到底是什么意义？科技如何影响到我们的感情生活？那这个连结呢，就包括说现世存在的这些各个族群的连结，以及说我们跟生态、跟各个其他物种的一个连结。艺术家会以表演、行为、装置、甲舞蹈等等多元的艺术方式，甲国美馆为典型的展示空间转化做一个实验平台，希望会当甲台湾丰富、多元、效率型元素的艺术形态完全展现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新竹市党团表示，新竹市进前有请真侪代理老师来代替正式的老师。今年因为北关市拢伫咧找老师，落尾咧下届新竹市的代理老师拢离开。目前新竹市27间国小阁欠88个代理老师，恐惊影响到学生的权益。时代力量党团指出，新竹市去年国小代理教师占16.54%，比全台平均14.5%悬。今年国小正式教师却敢若开出2个人影，其中各有27所国小欠88个代理教师。其实新竹市在讨论的教师缺额正式缺应该是112位，但实际上只开出了32位，其中只有2名是一般的正式缺，这是在国小的现状。而在公幼的部分是完全没开出教师缺，为了精简教育人事费而严密的控管缺额，像今年全台湾很多县市都开了上百个缺，可是我们新竹市呢只开了32个缺。教育处回应，今年的教师争取在7月初办理完成，嘛顺利找到32个国小教师。代理教师的部分，学校嘛已经开始办理精选，开了32个缺，那也在7月6号的时候进行初试，那也顺利的完成。那国中的部分，我们是以室内联合甄选的方式，那也开了21个缺。那所以今年新竹市总共开了53名的国中小的教师缺额。那未来我们也会在教师缺额的部分再来审慎的评估。教育处讲，目前正在研究，自明年开始，让新竹市优秀的代理教师。在精选的过程中，另外加分数，希望表现优秀的代理教师会使第一优先留在新竹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在咧社会当中，有真侪囡仔因的成长过程是无爸爸妈妈甲因斗相共的。由民间团体发起陪读计划，透过这课后的辅导甲陪伴，互囡仔伫健康的环境会当安心大汉。就11岁那一年的时候看过一次，然后就没有再看到了。妈妈是在9岁那一年才看过一次，然后就没有再来了。影片内底阿林爸母离婚了后，甲姑婆阿伯相依为命，靠家庭代工欠长硬度过日。基督教救助协会发起陪读计划已经18档，希望透过课后的辅导陪伴像阿林安尼的囡仔大汉，让这些孩子真的不需要天天过着下雨天，而能够真的得到午安晴天。
协会伫110学年顶学期帮助2000多个学生，内底超过一半的囡仔，毋是伫乡亲的照顾之下大汉，嘛有一半以上经济状况无好，嘛无摕到政府的补助。这摆协会邀请演员王晶担任代言人，鼓励这的囡仔勇敢面对挑战。然后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一定都会有遇到不同的挑战，甚至在过程中可能也有一些苦难。可是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忘记，就是我们所说的暴雨之后一定会有的晴天。然后在这个社会之中，有一群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会支持大家一起成长。王晶伫记者会最后送一台消防车的模型给阿林，鼓励阿林勇敢对望，完成做消防员的梦想。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南白河永安宫的门神是府城正出名的艺术潘丽水的作品，也因为这图样有受损，庙方报请分驻处委托台南艺术大学的团队来修复。这修复的过程也翕出影片，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台南白河永安宫，民国59年所起，甲别位的妈祖宫无共，一采漳州马。起庙迄当阵，特别请艺师潘丽水来画门神。因为那个时候潘大师大约50多岁，也就是说是他的艺术创作最为成熟、精彩的一个时刻，相当的一个精美。画师潘丽水，人家号做丽水师，是头一位得到教育部新团奖的民间画师。伊画这座门神真有价值，文化局佮甲列组高务保存。阮老爸吼，伊咧画目睭时吼，又甲我讲，咱画这目睭来画我。观赏者吼，你看人吼行到底靠底，目睭对你行对你行，这叫竖红眼。啊，这胡须吼画出来，就爱捏亲像安尼，足蓬松啦。哦，袂使讲迄这喙鬚足重啊，囥伫啊，还个透明，会当看到喙鬚内底后壁遐个衣服遐个图案。不过这庙门是插帮，年久未侵，当然嘛会互香熏甲乌气、黄气，所以庙方就委托台南艺术大学的团队来修复门神的彩绘。这一次是希望可以恢复它的历史，好，还有美学价值。其实不是把它修到很新哦，可是希望可以维持它现在很良好的状态。宁愿少做，不要多做，就用最少的干预价值。好，让它可以发挥到最大的效益。论真来讲，这门神的彩绘唔但代表地方的传说信仰加风俗文化，嘛反映社会加时代特色。即摆咧修复潘丽水大师门神彩绘过程，文资处嘛甲拍做影片记录起来，希望会当恢复伊的历史加艺术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到拜三进前呢，受到这低气压的影响，全台湾拢会落大雨，可能要等到拜五这天气才会变较好天。不过伫山区也有中南部过道有关系会落雷公雨。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liền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6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